Hello，Madame Figaro 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Aaron 郭富城，我係喺法國一個大嘅酒莊啦，亦都係一個有100年歷史釀製嘅一個工藝同埋一個好成熟嘅一個釀酒技術。咁所以我覺得黑帝斯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好有優雅感啦，好高貴感啦嘅一個品牌。咁同埋我覺得佢最重要，佢一個理念同我個本身生活嘅態度、工作嘅態度好吻合，就係敢挑戰，所以超越。如果你問我，我諗係神秘又有一種態度嘅話，我諗用天網有話一定係男性嘅朋友啦，係咪？咁喺我心目中，即係最可能係最懂酒嘅，或者係最適合嘅話咧，我諗會譬如張叔平啦，係啊，可以嘅。咁我諗係睇下將來有冇咁嘅緣分啦。好多嘢都係講緣分。咁話唔定將來我哋繼續同黑帝斯有咁嘅溝通啊，或者去有咁嘅交流啊，就係好似大家頭先所講啦，就係自己做一支自己嘅酒出嚟。